开3轮游全国，朋友好，我是阿宝，这是二宝，这就是我的3轮小房车。今天我的3轮小房车又迎来了一次升级了。现在我要把这个水龙头拆下来，然后把这个装上去，这是一个热水器，以后就可以用热水了。好，旧的已经剪断了，啊，旧的已经剪断了，我们给它扔掉。现在把新的装上去。现在已经安装好了啊，看好，热水，哇，很快就出来了，可以调节温度，瞬间就热了。洗个热水脸，下面凉水，非常方便。